赞美他。相信大家最近应该吃蛮多粽子的，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将我们粽子所得到的热量都转化成我们敬拜的热情。这时候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告诉主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来寻求你。我们要用诗歌，用我们的心灵诚实的来敬拜你。愿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夫妇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求夺我心意，完全属于你。再次跟主说，主，我来到你的宝座前。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夫妇敬拜，再次将主权。赞美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所做的，没有上帝就没有我们。是的，主，这个时候我们要全心服服来敬拜你，讨你的喜悦。主，我们再次降服在你的面前，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愿我们所摆上这个馨香的激动，蒙你的悦纳。我们一起用我们所能赞美我们的神所有的方式来开口，大声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巴父神。主，我们要赞美你，主啊，你是至高的上帝，主啊，你掌权一切。主啊，没有你，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主啊，我们要将你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大声来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主，主啊，你创造宇宙万物，感谢你赏赐我们生命，让我们站在这边，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开口的来赞美你，荣耀你的名。主，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拯救者。主啊，你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困难，面对一切的困境。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依靠。哈利路亚，主，你是阿爸，欧梅嘎，主啊，是创始成终的神。我们要赞美你的名，我们要荣耀你的名，我们要用一切的方法来赞美你，不管是用歌声，我们要举双手，我们要开口唱歌，或者是我们用身体来赞美你，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要高举你的名。主，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真神。哈利路亚。接着我们为我们的心来献上祷告，我们继续将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跟软弱全然交托，来向上帝祷告，因为主他都知道。我们单单的来寻求他，我们求告上帝，愿他与我们同在。疲乏的他赐能力，软
弱的他要加力量。主啊，这时候我们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呼求，恳求你使我们的心柔和谦卑，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再次的交托给你。我们一起仔细的思想，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的心意是否合神的心意？我们向他开口的来祷告，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蒙他的悦纳，将我们的心全然交托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为着我们自己的心献上祷告。哈利路亚，巴父神，主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将我们的心全然交托。主啊，我们要在你面前，让我们觉得来向你祷告。主啊，靠着你，我们才能面对这世界上一切困难跟挑战。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不配，但主依然爱我们。主啊，你赐福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敬拜你。哈利路亚，主，愿你真的是祝福我们的生命，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你的心意。主，我们赞美你的名。这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一起站立，我们再次跟主说：主啊，我到你的面前来，我要敬拜你，我要赞美你。向神献上祷告，为着我们的软体跟硬体都能够顺利的运作，为着牧师的讲道，求主再次使用牧师的口向我们讲话，也使我们的心如同好土一样，能够让主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领受主所要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也求主为着还没有来到教会弟兄姐妹，特别现在空着的座位，我们献上祷告。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渴慕看到这里坐满主你的子民，坐满主你的你所喜悦的子女，一起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我们何等的渴慕，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这里坐满每一个人，我们用力的来呼求你。我们就为着今天的敬拜向神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何等的渴慕，主啊，我们将今天敬拜全然献上。主啊，愿你让今天的敬拜是合你心意的敬拜。主啊，求你看顾软体跟硬体的运作一切顺利。主啊，为着今天牧师的讲道，来献上祷告。主啊，愿你再次对我们说话。主啊，愿你让我们的心如同好土一样，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让你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也为着空着的座位献上祷告。所以，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求你保守他们的脚步，让他们平安的来到你的殿中。主啊，你让更多的人有渴慕你的心，愿意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何等的希望在这里坐满着主你
主你的百姓一同的来开口赞美你，我们的何等渴慕这样的画面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主啊，我们向你说，我们祷告，愿一切都合你的心意。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为着上帝的国度献上祷告，我们为着这块土地，为着这个世界，愿上帝的公义、怜悯跟慈爱不停地降临这个土地，不停地浇灌在这个世界，转化这个时代的一切的不义。这个时代充满了许多诱惑，充满了许多撒旦的捆绑跟诡计。求主就破除一切这些计谋，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带走，让我们不要追随这个世界，我们只要追随上帝，只要追随我们的阿爸父上帝。求主医治这块土地，使用我们的生命，将主的福音传到地极。我们为着上帝的国度一起大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神，主啊，我们在这块土地来祷告，主啊，求你翻转这个时代，翻转这个世界，主啊，你的灵要降临在这块土地，主啊，我们的何等渴慕，万民都来高声唱你的名，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因为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主耶稣，我们真的来到你面前，降服在你的当中，主啊，愿你触摸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求你渴慕，你就翻转这个世界，翻转台湾这块土地，翻转这个城市，让众教会成为你的祝福，让众教会宣扬出你的福音，使用互相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到你面前，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活出你的样式，蒙你的悦纳。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用歌声来赞美你，我们用生命来赞美你。再次到你的面前，匍匐敬拜。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我心莫名向你匍匐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我愿触动你心弦，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里，完全属于你。再次跟主说，主啊，我愿。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贴近你的胸怀。我愿触动你心弦，全心讨你喜悦。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里，完全属于你。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里，完全属于你。再次跟主说，主啊，我主。握住我的手，就夺我心里，完全属于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天父上帝，主啊，我们要向你歌唱，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磐石。我们要用诗歌来赞美你，向你欢呼。主啊，求你去除我们心里所求所想的，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将一切交托于你。因为这个国度是属于你的，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的，这个荣耀是属于你的，台湾是属于你的，富强教会也是属于你的。我们要用我们的心灵诚实、热情来敬拜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让我们一起来拍手。哈利路亚！这个国度是属于上帝的，阿门吗？我们要用我们的声音
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神力。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是的，主，荣耀属于你，国度也属于你，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归还，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天堂门打开，死亡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全地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哈利路亚！主，你是万王之王，我们要宣告你的名。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再次说万王之王，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全地，让全地欢唱要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拍手。哈利路亚！主，这国度是属于你的，我们要高声赞美你，将掌声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是的，主，你是全能的神，我们继续敬拜，我们继续站立来高举你的名。主，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你不撇下我们，也不离弃我们。主，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要不停止的敬拜他，赞美他的名。哈利路亚！全能的神，
有神同在，他帮助我们，他会开道路，超过我所知道，超过我所盼望，他一心大事被高举，被高举，他胜过死亡。有你的同在，你走在我们的前面，你为我们开道路。主啊，我们要呼求你的名。有神同在，他帮助，绝不撇下我们，绝不撇下我们，为了我们，他张开双臂，我们不会失望。有神同在，有神同在，他走在前面，绝不撇下我们，绝不撇下我们，为了我们，他张开双臂，我们不会失望，我们不会失望，被高举，他胜过死亡。全能的神，你赐下你的爱子在我们当中，为了我们。